屬馬嘅朋友，如果你咧總係好似覺得有啲嘢好似絆住你嘅馬腳，令到你停滯不前，唔係咁順利嘅話，咁其實可能咧未必係你嘅能力問題，你亦都可以審視下你嘅名入面到底有冇用錯一啲嘅心理暗示，其實喺度靜靜咁樣影響緊你嘅決策啦，甚至你嘅狀態，令到你有一個馬失前蹄嘅感覺。喺今集嘅內容咧，我亦都會繼續喺姓名學同埋心理上面咧去分析一下屬馬嘅朋友仔喺改名嘅時候有啲咩嘢要注意。如果你都有興趣想知道咧，咁就記得要觀看完整嘅內容啦。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頻道知命心方，我係 Jan。今日咧就會輪到講屬馬嘅朋友仔啦，或者如果你出年咧亦都有打算生小朋友嘅家長，亦都可以為你嘅小朋友喺改名之前咧去攞一個參考。都講少少關於屬馬嘅資料先。咁其實馬咧喺12生肖入面咧係排行第7啦。咁馬咧亦都代表5呢個字啊，係屬於陰性嘅貨。對應嘅方位就係南方啦，亦都係農曆5月由芒種當日咧去到小暑前一日呢個時期。咁其實咧亦都係5咧，亦都屬於一個夏天嘅季節。咁時間咧亦都係中午嘅11點至到1點鐘。咁馬同老虎同埋狗咧本身係3合嘅關係啦，而同羊咧就係6合嘅關係。而屬馬嘅代表人物咧亦都有林憶蓮啦、黎明、孫燕姿、梁靜茹、林青霞、小 S 等等。唔難發現咧，其實屬馬嘅朋友仔咧都會有一種好心急嘅特質啦，或者佢哋比較有活力啊，講嘢好直率，亦都中意自由，唔中意拘束，有種我行我素嘅性格。而佢哋嘅行動力咧同埋執行力咧都係比較強啦，同埋會比較樂觀嘅一個人。但係同時都會有一種衝動同埋冇耐性嘅特質。而5呢個字咧，亦都本身係4桃花之一啦，亦都代表咗人緣啊，甚至乎一啲交際關係嘅。除咗5字呢個火能量好強之外咧，其實如果我哋名入面咧有某一啲嘅元素啊，咁其實咧亦都會無意識咁樣強化到一啲嘅特質嘅喎。嗱，就例如同牛啊、丑相關嘅字眼咧，就好似特啊、軒、生、物、浩、產、人、之等等呢啲嘅字。因為有句説話就叫做自古白馬怕青牛。喺姓名學上咧，如果將牛同馬擺埋一齊，好多時候咧亦都代表咗爭執啦、矛盾啦，甚至乎係不和諧嘅意象。而第2咧就係同老鼠啦、子、北相關嘅字，就例如兵、永、孔、學、李、孝、貴、江、永、甚、海、清、泉、岐、濤、燕、元、國、豪等等嘅唔同字眼。因為老鼠即係子咧，同埋馬5呢個字係會形成正沖，亦都係主變化、唔穩定啦、受傷、多變動或者唔順利嘅意象。而第3咧就係帶有山啊、田、車相關元素嘅字，就好似岑、岳、風、岐、南、晉、倫、君、冼、輝、軒、師傅等等呢啲字。因為馬上山落田咧有一種艱辛啊、勞碌嘅意象，而呢類型嘅字眼咧，亦都可能會激活咗你負重感嘅一個認知框架，咁潛移默化影響到你咧，可能面對挑戰啊、困難嘅時候嘅一種嘅心態。而第4咧就帶有心啦、月啦、樹身邊元素嘅字，就好似彭、恩、慈、睿、惠、智、思、德、忠、義、情、明朗、玉、胡行等等嘅字。因為樹身邊心呢啲字其實代表肉啊，亦都唔係馬主要嘅食糧咧，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嘅唔得食啊，會有一種表面風光，有種容易要為生活打拼嘅意象。當你用到啲元素嘅能量係同你自身嘅能量唔係好匹配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產生好多唔同嘅問題啦，有可能會消極啦、內耗，或者會好努力咁樣符合其他人嘅期待啊，而忽視咗自己核心嘅需求啦，亦都會有咁嘅現象。第5咧就係一個寶蓋頭啦，或者係人字邊元素嘅呢啲嘅字，就例如安、怡、遠、仁、臣、嘉、容、忠、宇、宋、富、靈、儀、賢、偉、傑、進、善、德等等嘅字。咁其實寶蓋頭呢個元素就好似一個馬鞍咁啊，亦都有受限制啦、受制於人、妨礙發展嘅意象。所以同屬馬嘅朋友，佢哋嗰種渴望自由、自主性嘅特質咧，就產生一種衝突。第6咧就係一啲拱腳啦，或者帶有接觸意象元素嘅字，就好似智、義、欲、文、萬、進、義、慶、堅、艾、有、審、淑等等嘅字，咁亦都係有受傷啊、意外嘅意象喺入面。講咗咁多要注意嘅元素，咁到底又有啲咩字眼咧喺改名嘅時候咧可以特別幫到屬馬嘅朋友嘅咧？咁大家又千祈唔好咁心急住，因為大家要明白到咧，即使大家都可能係屬馬都好，喺唔同出生年份嘅屬馬朋友咧，佢哋嘅天干地支嘅五行咧，其實都係可以好唔一樣，所以喺成個結構上已經係唔同。尤其是喺我哋改名嘅時候，好多時候咧都唔會單單淨係去睇一樣嘢啦，除咗會考慮生肖啦，仲會考慮三才五格啊、命盤結構同埋心理暗示效應啦，甚至乎
係現代嘅審美趨勢等等。一個好嘅名咧係會有一個好嘅能量咧去支持你活出一個更加高版本嘅自己。如果你都好好奇你個名到底係點樣影響你嘅能量、你嘅決策模式，又或者都想知道自己用緊嘅名到底適唔適合自己，亦都可以點擊 info box 入面嘅連結同我預約進行諮詢。又或者都中意呢類型影片嘅朋友，亦都可以訂閱咗我嘅頻道，咁演算法咧亦都會將你最有興趣嘅內容推送到喺你面前。喺呢個頻道我之後亦都會定時繼續分享關於命理、心理、成長思維嘅一啲相關資訊。我哋喺下一條影片繼續再見，拜拜。